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有一个30多岁姓陈的业者，伊伫新北市三重埔租一间店面，咧开叶红仔机的店。不过代志其实无遐尔单纯，警方近日去搜查，查到这个业者伫店内底偷藏跋筊的电动，还佫有买30万的胶本，当场是甲这个涉案的负责人抓起来。因为在场有2个胶卡是以社会特殊医护法来裁罚。另外，这个厝主嘛真无奈表示。 这间店面才租予伊4个月尔，唔知影讲，互伊摕去做非法的生意。铁门雄雄扭起来，厝内电火正光，2个查甫人行出来，这个时阵大庭广众冲入去。我们警察，来，便衣警察入厝内，规排叶红仔机台，看起来真正常。不过查甫人半暝来这个所在，唔是要叶红仔。在干嘛？你讲就好，来这边干嘛？没款，干嘛？要不要自己开啊？不管安怎问，都是无愿意讲。厝内有一个插门的隔间，警方进一步拍开，发现内底偷藏跋筊机台。你半夜搞的事情，我们当事人做房东的屋主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无奈，对呀，我们这跟房客也有去公证啊。既然是非法的话，我可以到公证处，我们去解约嘛。 这间亲子选物贩卖机台店伫新北市三重埔，厝主也真无奈，店面租出去早4个月，都互人摕来非法使用。警方调查，30多岁姓陈的业者以亲子乐园做暗号，表明是伫经营叶红仔机台，偷做跋筊的电动啊。亲子选物贩卖机店涉嫌挂羊头卖狗肉，表面上是亲子老少皆宜的休闲场所。 背地里涉嫌经营赌博性电玩。警方当场查到25台跋筊机台，价本查扣将近30万。涉案的负责人依照跋筊等罪嫌上班，2个跋筊的人依照社会法裁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